法老准百姓去的时，菲利斯地的路虽然较近，总是上帝无带因对遐去，因为上帝讲，惊了百姓拄着交战，就退火倒转去埃及，所以上帝带百姓弯对红海旷野迄条路去。以色列人拢排队伍对埃及地出去。摩西带约瑟的骨头甲伊去，因为约瑟捌切切甲以色列人咒詛，对因讲：上帝的确眷顾恁，恁着带我的骨头对遮三角去。因对苏格起身，赞扬伫近旷野的以东，耶和华行伫因的头前。即是伫云条中带因的路，暝时伫火条中光照因，互因日暝拢通行。即时的云条，暝时的火条，拢无离开百姓的头前。讲道，请陈牧师题目是上帝的眷顾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我伫周报的头前有牵一个小的故事。就是有一个冒险家，伊甲伊的朋友讲起伊某一届冒险的经验，就是伊伫沙漠内面迷路，但是就伫得无水通啉，得要喙焦死的时，伊就紧跪落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助伊。伊朋友就问伊讲：啊，上帝有听你的祈祷无？伊回答讲：我无确定，但是伫伊出手进前，我拄啊好拄着当地的原住民，因就帮助我行出即个沙漠。虽然咱无行伫沙漠，但是咱的信仰旅程也定定有安尼的经验，就是上帝好敢若无亲像直接伫我的祈祷内面回应我，但是上帝较用其他的方式来帮助我。毋过有时咱太过钝，无发觉，也有可能咱认为理所当然，就无对上帝献上感谢。但是当咱来细腻想咱生命中间所有的一切，咱就会发现。若无上帝恩典，咱无法度今仔日要坐伫遮，因为咱的生命有太侪变数甲意外，所以这嘛是为虾米咱爱定定去算数上帝原因、恩典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当咱去算，就会发觉上帝过去互我的恩典哪会遐尔大，然后咱就会产生迄个信心来行头前迄个未知、充满困难的道路。所以伫诗篇90篇第12节有安尼讲，诗篇即个作者诗人教示咱爱安尼甲上帝祈求讲，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一个袂记得上帝恩典的人，伊袂晓去算上帝恩典的人，永远看的就是家己。但是一个会晓算数恩典的人，伊就会当看见上帝伫伊的生命内面所留落来的脚印。所以这就是为虾米以色列人因会遐尔注重信仰教育的原因。这个民族伫历史上有消失一段时间，因若无靠着一再传讲来讲上帝恩典、上帝故事、上帝眷顾，安尼这个故事就可能伫这个民族内面永远来消失。这个故事就可能真做是因祖先的故事，甲因后代袂具有任何关联。所以今仔日咱伫13章内面第9节、第16节，咱会当看到，即个作者不断地强调，上帝不断地强调讲，这要做你的记号伫你的手，做纪念伫你的头额，是上主的律法，常常伫你的喙。因为上主捌用大权能的手带你出埃及。上帝一再伫遐讲，你若会记哩，你若记伫恁的手里，伫恁的头额，爱永远会记哩，安尼上帝会才会改名。总是咱看到，这嘛真做犹太人服装的由来。犹太人按照字面的解说，因去做两个小盒仔。这个盒仔内面底有抄写经文的羊皮纸，然后一个盒仔戴伫头额，一个绑伫倒手。所以咱看见后来法利赛人是将这个服装顶面是拿来拿夸大。所以咱嘛伫新约内面看见耶稣指责这法利赛人讲，因一切所做拢是为着要互人看才做，因为因的配件做较快。犹太人将这个绑伫倒手的带做较快，互人看见讲伊是一个真敬虔的一个人。
但是这毋是这段经文原本的意思。这段经文讲，恁爱记伫恁的手，记伫恁的头壳，是讲恁毋是伫外在形式顶面有甚物款的表现，是爱因永远会记你搬过节，永远会记你无价节，才会节期的由来，并且透过献上投胎的，无论是人也是动物的献祭来实践上帝的话。顶礼拜咱讲过，若无即个搬过节，以色列人就无出埃及的安尼机会。无价节嘛是你提醒因爱除去因的罪恶，成做上帝圣洁的百姓。今仔日咱讲到献上投胎的，无论是人也是动物，这嘛是甲搬过节有关系。因为搬过节就是上帝保护这以色列人，因的大汉囝也是投胎的即个动物，互因无死。所以今仔日上帝甲伊讲，恁就爱将这献互我。但是问题来啊，动物会当杀死来献祭，但是人咧，人是要安怎杀死来献互上帝咧？所以上帝无爱因甲遐个迦南人共款，因为当时的迦南人有杀死囡仔来献互神明安尼的方式，所以上帝用一种方式来代替，就是赎回。但是你若有细里听头拄我讲的讲。即个是上帝为着要互因甲迦南地的这风俗无共款，所以上帝有一个赎回的安尼一个制度。你会感觉奇怪？咱即摆毋是伫出埃及吗？因拄仔出埃及，哪会参杂着迦南地的风俗咧？我之前有讲过，咱看圣经头5本册，就是摩西五经，咱袂当认为讲伊一章一章是按照时间点来写的，因摩西五经是真济的作。这文件来编辑出来，其中一个文件就是咱伫摩西五经，就是旧约头5本册所看的一寡关系律约、律法，也是诫命，这物件叫做祭司典。祭司典的作者就是为着这狩猎去巴比伦，因要转去即个耶路撒冷的这以色列人所写的。即个作者的原意，伊的缘故就是为着要互这转去耶路撒冷的犹太人，会当紧紧有一个物件，互因会当守诫命，会当来重振因对上帝真正确的信仰。所以咱若用这段来比较民数记18章16节，咱就会当知影讲因是安怎赎回因的大囝。伫这段圣经有讲，伫满月以外所着赎的，就照你所过的价，照圣所的舍客勒。用银5舍客勒来赎回伊，即个意思就是讲，原本你所生的即个大汉囝是爱献互上帝，但是即马上帝用一个方式来代替，就是讲你会当用银5舍客勒来赎回即个囡仔。所以对遮咱会当搁一摆看见，上帝照着这律法，咱看起来真奇怪这律法。真详细律法，为什么上帝要用这律法来规定这以色列人呢？就是要教导因安怎保持圣洁，安怎来对上帝顺服。为什么上帝会当有权安尼来要求因来守安尼一个约呢？因为上帝早伫因祖先的时代，就竞选因的祖先亚伯拉罕，甲伊来立约。咱看亚伯拉罕，咱拢称伊做是信心的老爸，咱看伊是犹太人真重要的祖先。但是对伫迄当时的一个时代，亚伯拉罕伊不过是一个游牧民族内面一个真细一个无名的人。但是上帝敬伊，上帝讲我要赐福你，互你的家成做是大国。上帝讲我要互你成做人，亲像海边的沙、天顶的星遐尔多。但是唯一的要求就是啥？咱立约，安尼你嘛爱守我的约。所以两方爱守约，这甲叫做立约。所以当然，咱看见伫圣经遐尼侪所在，上帝一再颁布这命令，互以色列人，叫因爱守约，为着是甚物？就是上帝要赐福因，所以因嘛爱着守甲上帝的安尼立约。今仔日咱将咱的焦点放伫13章的后半段，就是以色列人已经离开埃及啊。咱顶礼拜讲着讲，因对即个10个灾了后，法老总算是互因放因离开埃及啊。但是咱看见，虽然离开埃及，上帝工作无停止哦，上帝要不断地告诉因，
并且上帝毋但是带领因行路，上帝嘛关心因的头壳内面所想的代志，甲因的情绪。第17节有讲，法老准百姓去的时，菲利斯地的路虽然较近，总是上帝无带因对遐去，因为上帝讲，行了百姓拄着交战，就退火倒转去埃及。咱看见上帝知影即群人是非常非常的软弱，虽然因离开埃及啊。虽然上帝几啊摆甲因表明讲，我也要带恁出埃及，但是咱也知影，因已经互奴才400年的时间。奴才是甚物？奴才就是无家己的意识，奴才是主人讲啥就是啥，伊无任何家己的想法。所以即时若经过非利士人的地，较省时间。其实上帝嘛无惊非利士人，上帝凊彩伸手就会当来拍即个非利士人。但是面对即群要无自由意识，亲像囡仔遐尔软正的百姓，亲像奴才共款的百姓，上帝讲因有可能拄着小战，就挖头往埃及来转去啊。所以上帝为着要脱去因的奴才性，带因西路。用较侪时间来训练因，为什么因需要训练？因为因要对奴才变做选民，因要变做大国，因要互世界万邦万族因为因来得到祝福。但是姊妹，一个要互得到祝福的人，是袂当有奴才性的。但是姊妹，我相信咱无论是行路、开车，咱拢无人爱细路。上好甲我指点一条搁直、搁好行、搁近的路。咱交通是安尼，咱的人生嘛是安尼。有时阵咱想要有一条捷径，会当行往咱要去的迄个方向。但是，若无上帝带咱细路，咱敢会当得到训练呢？因为难免咱每一个人拢有一寡奴才性，有一寡上帝无爱的迄个自我。迄个上帝无爱，迄个无好的一个物件。你可能会反驳讲，我是家己的主人，我是现代人，我哪有可能有奴才性咧？但是自咱细汉成长的背景的内面，有可能有一寡事件造成今仔日的咱，但是咱无自觉。亲像有的囡仔伫细汉的时，定定互大人教示讲，囡仔人有耳无喙，所以当伊长大，有可能就毋敢表达家己意见。有的人自细汉就伫否定，互人否定的环境下面长大，所以伊成人了后，嘛看轻家己，认为家己无路用。伫心理学方面，有一个名叫做制约，就是讲伊互即个物件来控制，还约束。但是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见安尼叫做啥？叫做奴才性。但是咱若有去找心理学家，伊可能会叫你去协谈。去咨商，去突破即个制约，互你即个物件无过，互你即个旧的家己来拔掉的，你会当突破，你会当成长。但是敢真正是安尼咧？无100%成功，因为心理学家伊完全叫你爱靠你家己的气力去突破即个问题。但是咱已经非常软正，所以今仔日的经文互咱看见，上帝是大有气力的医生。只要咱愿意将咱家己的问题交伫伊的手里，伊就要伫即条路顶面引带咱、磨练、塑造咱。但是即条路嘛，毋是一路真平顺，因为伫伊训练的过程中间，咱的迄个自我也是不断地走出来。就亲像以色列人，因有几啊摆的时间是想要转去埃及的，毋若是今仔日安尼一个经验，因几啊摆想要转去埃及。但是上帝带因行即条路，为着就是要除去因的奴才性。但是即条路咱看见，竟然行40年久的时间。关系以色列人因出埃及的路线，到底是行什么款的路线？有几啊种的讲法。但是无论是什么款的讲法，安怎算嘛无可能行40年，因为咱若有的人捌算过，其实只要几工的时间就会当对埃及。行到迦南地，但是咱若算较量的，因为即个起行以色列人，查甫人无算妇女，无算囡仔在内，查甫人就有60万人，佮加上妇女，佮加上囡仔，佮加上遮年老的，
所以一定是爱用搁较长的时间。但是搁安怎长嘛无可能行40年。所以为什么爱行40年呢？是因为因对上帝无信心。伫民数记14章有讲，当这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，因真无容易，行40年要进入迦南地进前，摩西派12个探子入去迄个迦南地，讲看迄个所在生做甚物款。这个人入去40天以后转来，因转来报告，大部分的人拢讲迄个所在真好，老年老密。但是住伫遐的人，佫悬佫勇，所以咱毋通入去。咱入去的时一定会死。其中只有2个人，就是约书亚甲迦勒。因2个人坚持讲，这是上帝予咱的地，所以咱一定会当入去。但是大部分的人是听这10个人所讲的，所以所有民众拢听甲惊甲要死，甚至因惊甲安怎呢？因得要进入迦南地哦。但是因惊甲讲，咱另外选一个领袖，带咱转去埃及吧。所以咱看到因非常非常惊吓，非常非常的软正。所以当时上帝非常的生气，要降瘟疫来杀死这个以色列人。但是摩西替因求情，所以后来上帝留存伊的性命。但是20岁以上藐视上帝的人，无一个人会当进入迦南地。所以，这40年的时间是这探子入去迦南地40天，一年拄一天来的。兄弟姊妹，有当时啊，咱会埋怨上帝讲，为什么上帝你无要互我紧紧看到代志的重点、代志的解决呢？咱感觉咱伫这个问题内面踅来踅去，无一条出路。这有可能是咱已经交互上帝，但是咱又委婉不断用家己的方法来解决。用一个画面来想，就好亲像是上帝牵你伫行，但是你不断放开伊的手，走去另外方向，上帝只好佫行过去，牵起你的手，继续行往迄个正确的方向。安尼情形不断地重复，当然时间嘛拉来拉长。所以我想今仔日咱看这段经文，是以色列人的境况，但是嘛是咱人生的境况。伫咱不断的背逆的下面，上帝只好用佫较长的时间来训练、来塑造咱。对伫以色列人来讲，旷野是上好的训练的场所；对伫咱来讲，人生的旷野嘛毋是一种刑罚，因为信仰无撇步。咱毋是求上帝带咱一帆风顺、一路平安，咱来求的是上帝伫旷野中间不断地引带。搁来，咱看见伫这段经文内面真奇妙，就是因离开埃及的时，因是带着约瑟的骨头做伙离开的。伊约瑟伊活无伊的兄弟久，可能是做宰相较操烦，所以伊无伊的兄弟活得较尔久。伫过身之前，伊甲伊的兄弟讲：“我要死啦！总是上帝的确看顾恁，带恁对这个地上去。”到伊就做应允，予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地。另外，这个约瑟嘛交代伊家己的子孙讲：上帝的确照顾恁，恁就将我的骨头运上去。非常奇妙，咱看见约瑟是予阿兄卖到埃及。伊的老爸雅各了后，嘛是因为迦南地饥荒，所以将全家66个人来刷去埃及。但是，这是透过这个约瑟的喙。甲伊的兄弟、甲伊的子孙讲，埃及毋是恁永远的厝，只有上帝所赏赐的迦南地，才是恁永远徛起的所在。所以上帝会看顾恁，互恁转去迦南地。对迄当时听约瑟的话，而且的以色列人，无论是伊的兄弟，也是伊的子孙，对因来讲，因有一个做埃及宰相的阿祖、阿公，也是兄弟。因有狗爷的美娘，因有一片土地，会当讲是已经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世界，所以因才会当对饥荒的迦南地来牵线来这个美丽的新世界。哪有可能阁想要转去迄个饥荒的迦南地咧？就亲像咱兄弟姊妹中间，若有人办移民，咱一定是刷去一个咱认为阁较好的所在。
然后就永远住伫遐。但是今仔日透过约瑟的话，互咱看见，埃及敢若是一个避难所，上帝互遭遇饥荒的雅各一家伫埃及得到保护，并且互因伫遮400年的时间，诚做是大国，70个人到60万人。这真正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允，讲我要互你诚做大国的安尼一个祝福。所以无论迄当时的埃及有偌好，约瑟知影迄毋是因的故乡，因应该欣赏的是上帝应允的迦南地。这嘛伫提醒咱，无论咱生活环境、世界物质有偌好，咱袂当安尼就满足，因为这不过是暂时。上帝应允的是咱未来天顶的故乡。但是真侪时，咱用真侪时间注意地上的事，但是咱较忽略咱天顶的事。所以耶稣嘛一再提醒咱讲，着卖恁所有的来进济人，为着恁本身避万卖话旧的钱大，伫天里用袂了的钱财宝，就是插袂到、通袂住的所在。因为恁的财宝伫遐，恁的心也要伫遐。保罗也劝勉咱讲，所以恁若捌甲基督同过活，就着求伫顶面的事。基督伫遐坐伫上帝大边，着注意顶面的事，毋通注意地上的事。注意顶面的事，毋通注意地上的事，毋是爱咱毋免工作，毋免负担任何地面的责任。是讲，咱毋通因为注意伫名声、呼仔声、物质，卡来迷失咱家己的灵魂。因为地上一切拢会过去，咱的性命嘛会过去。只有伫上帝遐，迄个永远袂败坏的冕旒，才是咱值得咱去追求的。第三，咱来看这段经文，甲咱讲，因是安怎伫旷野内面行路。上主行伫因的头前，日时伫云条中带因的路，暝时伫火条中光照因，互因日暝拢通行。日时的云条，暝时的火条，拢无离开百姓的头前。其实以前我看这段经文的时，我无特别的感觉，就是火条甲云条嘛。但是当我搁一摆来思考因伫旷野内面的旅行，40年的时间，无一天火条甲云条是停止的。当我思考到这点的时，我感觉讲，上帝互即群人的疼，无条件的疼，是非常的感动人的。火条甲云条的保护，只有伫旷野行路的人，才会当体会。伫旷野沙漠的所在，日时的温度非常的悬，若无树啊，无所在，互因会当遮日头、遮风背山，因阁欠水的情形下面。一定是一大群人真歹保持一定的速度向前行，但是上帝互云条出现啊！伫云条阴影下面，人甲动物会当得到淡薄的凉爽。毋过暗时的沙漠非常的寒冷，虽然伊有大病啊，但是老人、囡仔可能记载袂牢。另外暗时的沙漠暗飕飕，根本就毋知要行往倒一个方向。所以上帝互因火条，互因温暖，互因知影讲因头前要行去倒位。对遮咱会当看见上帝引带是完备的，伊无受时间的限制，无受空间的限制，上帝无休困24小时的引带。所以咱真欣赏讲，哇，若有遐尼侪神迹奇事发生伫我的生命内面，我一定一世人跟缀上帝。我接袂甲即群以色列人共款的，但是敢真正是安尼？咱看遮以色列人，虽然看见遮神迹伫因的眼前发生，但是无偌久了后，因就开始埋怨上帝。伫一开始看起火条、云条，可能感觉真神奇，感觉伫遐我爱大声懊恼上帝。但是一礼拜过去，一个月过去，一年过去，火条、云条犹原存在。就感觉无稀奇啊，甚至看做是自然理所当然，上帝应该互我的。这就甲咱对神迹的定义是同款的。有时咱认为病得到医好才叫做是神迹，但是咱看每一日
得主的保守，咱认为是合理，是理所当然。但是咱看的爱甲因看的是无共款，咱会当来学习摩西伊所看见的。伫民数记14章14节，摩西有讲：你日是伫云条中，暝是伫火条中，伫因的面前行。咱看见摩西，伊毋若看见即个表面的新野、云条、火条，摩西看见是伫云条、火条内面的上帝，伊知影上帝是主角。兄弟姊妹，咱敢也甲遮的人共款，敢若看见云条、火条，较无看见云条、火条内面的上帝。咱若敢若注重新野，也是注重即个新野带来的好处。其实咱甲民间信仰无啥物差别，因为有诶庙事的神明，因嘛会行奇妙、奇神非常神奇的代志。所以耶稣嘛一再强调讲，咱对神野应该要有正确的认捌甲态度。伫以前我讲约翰福音的时有讲过，约翰福音甲其他3本福音册对伫神野有无共款的注重点。就是约翰福音，伊毋是强调新野的本身。约翰福音的作者爱咱注意即个新野背后的主。所以有一段新野，咱非常熟的一段新野，就是耶稣互5000个人食饱，用5个饼、2尾鱼，互5000个人食饱的即个新野。独独伫约翰福音有一段其他3本福音书无记载的事，就是当耶稣互5000个人食饱。遮人体验着讲，哇！耶稣遐尔奇妙，耶稣会当互遐尔侪人食饱，因就想尽办法，因坐船，因嘛要找着耶稣。为什么遮人较急要找着耶稣咧？当因徛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点出因真正的用意。耶稣安怎讲？耶稣讲：我实实甲恁讲，恁遮的人来找我，毋是因为看见新野，是因为食饼到饱那定。无得为着会败坏的美牛来着磨，着为着长长直直永活的美牛来着磨。因为人子所要互恁的，就是人子所要互恁的，因为伊是被上帝所看印的。耶稣伫遮甲遮人讲，恁爱追求的，毋是即个新野带来的功效，毋是互恁食饱啦，恁爱去追求迄个永远袂败坏的。伫即段经文，互咱看见，即个永远袂败坏，就是耶稣伊家己。耶稣是永活的美牛，所以耶稣甲因讲：恁毋是伫迄个会当互恁巴肚会饱的迄个物质的物件，迄个新野所带来的功效。恁爱认捌即个新野背后行新野的主，因为伊才是永活的美牛，是永远袂枵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伫火条、云条内面看见上帝引出，但是咱嘛知影，伫无声无影的内面，上帝的确无确实。但是这咱就非常需要信心，咱袂当靠咱的感觉来看待上帝，因为感觉会欺骗咱。当咱感觉无好的时，咱就认为上帝无甲咱同在；但是当咱感觉好的时，咱就哈利路亚俄罗主。但是这敢是正确的一个信仰咧？毋是，咱袂当凭咱的感觉来对上帝做任何的判断。但是圣经有甲咱讲，上帝绝对袂放弃信靠伊的人，这是规本圣经咱所做的证明。所以无论咱即时伫生命什么款的境况，无论咱伫真高峰，也是伫真低的一个所在。望咱都会当透过读圣经来体会上帝真实的同在，甲伊的看顾。咱做伙来祈祷。